演好每一场。昨天300人，看看今天多少人。东北的粉丝太热情了，昨天是8点半结束的，结果和他们合影合到了9点钟。其实很多我发现他们都是祖籍是江苏的，或者就是搬过来的，老家都不是这里的。当然大连本地的粉丝也是有不少。上车。小鹿，你是哪里的？这是南通。哦，南通的。你们这个停车场太小了，前面不会是打车来听评弹的吧？还真的是来听评弹的。已经有这么多听众了，今天不愁了。我告诉大家，做我们这一行啊，如果听众不买账，观众不买票，这是最可怕的。其实每次接这种非常大型的演出啊，有时候晚上都会失眠，就会想，万一听众少怎么办？或者第二天比第一天的人少怎么办？你想，老板他是要生存的，如果卖不出票，他以后肯定不会请你。而且开茶楼这种国内基本都是同行，你一个地方卖不出票，你其他地方人家也不怎么会请你。不过还好，这次大连之行是非常成功的。下面有很多听众啊，都是昨天来听过，今天又来的。谢谢小鹿。这次跟昨天一样的素食。吃素食我觉得特别好，尤其是上台前，本来就是饱吹恶唱，你大鱼大肉一吃油住了，更唱不了了。昨天吃素食上台特别清淡，以后我学会了。还有半个钟头开始，现在也是客满加入。夜点风雨，狗神年啊，死里生落在兵看，他是落花风居山峰，飞絮飘零乱松1个半小时的演出和观众的互动必不可少。这把琴确实是很有历史，100多年。今天飞机场托运的时候，我害怕摔坏了。100多年的琴确实是难见。家里还有200多年，我外婆不让我带。下次把外婆带。上来摸一摸，并且我告诉大家，这个3节下面是蛇的皮啊，这个是现在已经很难做这样的3节，因为这个蛇现在进步了。演出结束，回酒店。